聽聞咧，根據你哋自己 Facebook page 啊，你3位咧都係成功靠父幹嘅。係。咁啊，嗱，究竟係咪個個你哋都係有部寶馬山，有幾層寶馬山揸手咧？咁好啦，咁即係堅定流嘅咧？我想講先啦，堅定流先。我先啦，個個唔同。我典型廢青嚟嘅，廢青我冇樓冇股，係即係所以同你唔明嘅，點解有啲可能有啲現金喺度，做乜唔買股啊、貶值嗰啲？我就係好懶，唔做嗰啲嘢，咁啊專做啲廢嘢，又唔係好特別賺到錢嘅嘢。咁啊，我係廢青嚟嘅。我知阿哥一定講嗰個，所以我接咗佢。我非典型廢青嚟嘅，係咪想講呢個啊？唔係喎。歡迎大家收睇大明燈，我係孫柏文。咁啊，呢一段我係想講一個好典型，不過亦都係同時間好勵志嘅香港獅子山下故事。幾個年青人走埋一齊喺呢個獅子山下某一個工業區裏邊咧，就埋頭苦幹去揼自己嘅產品，揼完之後咧就推出街賣。咁賣下，我賣咗好幾年之後，生意唔錯，咁啊而家冇佢上市啦。咁我相信大家睇我呢段片條題都知我講邊間公司啦。咁啊當然就係旗下擁有呢一個嘅已經唔印嘅黑紙100毛無記電視無記葵涌有限公司啦。咁首先我想做一啲披露啦，係咪先？披露啦，第一件事就係我自己曾幾何時都出過100毛糧嘅。In fact， 我係出咗成年添嘅。當年啊100毛咧就揾咗3個人去寫3個唔同嘅範疇，咁啊解釋一啲行內嘅術語俾佢哋嘅讀者群知嘅。我孫柏文咧就寫關於財經嘅術語，咁所以咧我係一個100毛錢都係 contractor 嚟㗎啦。咁啊，而嗰3位創辦人咧，亦都係當年我嘅同事啦，喺商業電台。咁啊，我同阿火燎心同埋骷髏會嘅團隊就喺呢個881啦。咁佢哋就3位創辦人都就喺903嘅，即係商業電台2台，我哋喺商業電台1台嘅。咁同期嘅，咁啊最後當然我都訪問過佢哋啦。咁啊訪問裏邊當中有一 part 咧，我其實都想提下嘅，就係我係問過佢哋3位，覺唔覺得自己係一個即係好勵志嘅獅子山下故事，埋頭苦幹諗到條橋或者諗到個產品去揼完之後出去賣。你知道而家好多人都好老土咁話啦，話獅子山精神瓜咗啦，係咪？咁你哋就雖然唔係位於獅子山腳。你哋算唔算係獅子山精神？獅子山，其實我就唔係好熟獅子山精神。係咯，一個喺工業大廈租個位，跟住開始揼啲嘢出嚟，跟住攞出去賣，而真係賣得出去，而開始有啲規模。嗱，呢個對於好多人嚟講就係以前。即係劉鑾雄又係咁，黎智英又係咁，又係山寨廠，一係個揼風扇，一個就車衣。咁你都算係有好多車衣工人幫你車呢個出嚟。講真，我覺得佢哋偉大好多。即係如果你話我哋都係獅子山，就獅子山下體嘅啫。係啊，獅子山體現香港精神。獅子咁大個你哋有？咁佢哋講過話就佢諗住賣4期嘅啫。佢哋賣咗4期100毛，如果唔得嘅話，接埋佢噶啦。啲人話成功啊，有耐就肯定噶啦。因為我都聽到唔少人講你張黑紙嘅。問題就係喺金錢上都有錢賺到係。有份大嘢啦，冇啊，咪1蚊儲翻嚟咯，我哋賣1蚊嘅，我認真嘅，即係1蚊儲翻嚟同埋唔係有錢搞份大嘢，係有錢搞份100毛，希望喺4期之內唔死就有得生啊！再補充，點解4期咧？唔係再補充先，即係資金得咁少咗咧。係啊，頭先你講得好啊，呢個就係賺少少個 branding， 多咗人識，你都可能識啦。咁然之後就開始有人揾我哋做啲創意相關嘅工作，譬如拍片啊、做廣告企劃啊嗰啲。咁嗰度就真係1蚊得嚟咧，變10蚊咯，10蚊咁儲啦，儲㗎咋。咁就儲到，終於可以出4期啦。即係你哋嗰個營運模式，其實呢個只不過好似蛋嚟嘅啫。嗱，我俾啲客睇我哋有幾咁有創意，即係啲人先至再揾你哋做其他 project 嘅。原先唔係咁，但係佢覺得係咁，冇辦法。咁啱係咁嘅，好啊，做埋。就係咁啦。係啊。咁當年黑紙都好大膽嘅嘗試啦，因為香港未試過一個印刷刊物只係1張紙。我諗馬經都未試過1張紙，就算試過1張紙都係一張大紙嚟嘅，大紙佢係即係一張 A4 咁嘅紙嘅，黑紙當年賣1蚊。咁啊，佢哋真係好大膽嘅。咁好啦，嗱而家佢哋咧就申請上市啦。咁啊有一部好初步嘅招股書，
咁啊 draft 嚟嘅啫，有好多嘢都未披露嘅，例如話究竟上幾多股啦，會集幾多錢啦，究竟係印新股賣出街定係只係現有股東將舊股賣出去啦，即係完全呢啲嘢全部冇 information， 定價幾多日都唔知啦。不過咧，我以前喺股票行做分析員嘅時候咧，我老細咧就曾幾何時佢自己都係分析員出身啦。咁啊，佢成日都話嘅招股書咧就係一間公司咧剝光豬俾你驗屍咁驗嘅機會嚟嘅。咁啊，所以咧我今次對於招股書有一睇，我都好開心。我覺得第一件事咧，對我自己嚟講咧，就都幾振奮嘅，就係因為我多年嚟咧都笑佢哋三個咧，就其實咧只不過係一間廣告公司。就 so happen 有呢一個嘅刊物出嘅啫 ，OK？ 咁啊呢個當年我咁講咧，都因為只不過係我聽其他消息渠道，就冇正式嘅文件去 prove 嘅。咁點知根據呢個嘅無記葵涌有限公司嘅上市招股書嘅 draft 咧，喺直至到2017年嘅3月31號，對上嗰12個月咧，佢哋絕對100%係一間廣告公司 ，but so happen 有一個印刷刊物嘅啫，佢哋嗰個印刷刊物佔佢哋成間公司嘅收入咧，其實大約只不過係多1成多啲啲嘅啫。咁啊，即係8成幾9成嘅收入都係來自其他來源㗎啦。咁啊，其實呢一樣嘢咧，對於我嚟講咧，都係一個好好嘅教訓嚟嘅。咁啊，我諗所有香港有好多啲資深傳媒人咧，其實以前資深傳媒人就係一個讚美，而家咧基本上係一個死亡之吻，因為你唔 get 啊嘛，係咪先？嗱，我又咁講喎，佢唔係一路都係咁樣嘅喎，淨係直至到2015年嘅3月31日咧，其實印刷嗰 part 嘅收入咧都仲係佔公司嘅9%收入嘅。咁啊，當然啦，有人話今次上市成功嘅最主要功臣咧，係因為多得有呢一個嘅 Bird Mountain 啊，蕭生嘅祝福嘅。咁啊，就話因為蕭生話咧，其實睇翻佢阿蕭若元嗰段短片咧，就蕭若元就話100毛咧係專嘲弄政府嘅嘢，尤其是咧喺無記電視出咗之後咧，呢樣嘢更加明確。咁已經有啲人咧係有啲警覺心，然後咧佢喺新東補選嗰度咧正式咧佢 endorse 呢個梁天琦，咁呢個問題咧就去到嚴重啦。所謂槍打出頭鳥，可以令到無記電視我唔知100毛會唔會執，但無記電視咧就其實咧係好難避免執嘅。中聯辦咧就會 aware of 呢樣嘢，於是咧就所有同大陸有關係有密切嘅人咧都唔再敢落廣告。咁蕭若元又唔錯得晒喎，因為蕭若元話咧廣告一定會俾人封殺。呢一個嘅無記葵涌嘅即係印刷傳媒嘅生意額咧，就真係跌得好緊要嘅。咁去到2016年咧，佢真係得起心肝去搞佢哋嗰啲網上特別係廣告嗰 part， 幫人哋賣廣告嗰 part 咧，其實佢嗰個嘅即係印刷嗰 part 嘅收入咧，其實已經係佔公司大約跌到落4成。咁去到2017咧就跌到落1成嘅啫。咁啊，所以咧而佢嗰個收入咧，總收入咧，其實咧就由2015年3月31號之前嗰12個月嘅2000幾萬，去到2016年嘅5000幾萬，去到2017年3月打前嘅12個月咧，就9000幾萬。咁即係大約係升1倍幾，跟住升7成啦。咁啊，其實印刷業務咧，佢嘅印刷即係基本上黑紙同埋呢一個嘅100毛咧，由2300萬跌到落去2200萬，再繼而跌落去900幾萬。OK， 咁即係等於咧，佢呢一間公司無記葵涌咧，特別係印刷嗰 part 嘅業務咧，其實同其他傳統傳媒一樣，係大幅萎縮。即係如果我相信佢冇廣告公司嗰 part 嘅話咧，分鐘100毛咧賣咗俾黃浩㗎啦，已經步呢一個1傳媒後塵、1週刊後塵㗎啦。今次佢仲要係喺咁大規模，佢原本最核心之中嘅核心業務咁大幅萎縮嘅情況之下，都可以交出1倍，跟住就再交出7成幾嘅收入升幅咧。呢個係真係好勁，呢一個係所有傳媒人都要自己警惕下。特別係我諗傳媒人警惕都有做嘅，不過我相信最緊要警惕咧，就係今時今日喺呢一個嘅浸大又好，喺呢一個中大又好，或者喺樹人都好，教緊 journalism 嘅嗰班教授啊，即係你哋教嗰套其實
仲 work 唔 work 咧？因為喂，大佬你教緊嗰套就係、其實如果你講翻無記葵涌，就係嗰個2年前仲係2000幾萬生意跌落900幾萬生意，或者喺一傳媒裏邊淨係要賣俾黃浩嘅嗰筆生意，即係仲 make 唔 make sense 去教呢啲嘢？咁我相信呢一個你自己，如果你係一個浸大、中大或者係呢一個嘅樹人嘅 journal 嘅 professor 或者係 lecturer， 咁你自己攞翻去諗諗佢啦。我始終都係一個誤打誤撞入咗行嘅人，我作為一個前證券分析員入咗去做呢個傳媒人，即係其實係咁樣，所以我唔知我啱唔啱啊。不過我只係咁講，睇數就係咁樣。嗱，而家問題就係上市公司，即係如果根據大時代裏邊一個嗰個教曉方展博炒股票嗰個即係股神咧，係咪？咁佢一直都話股票市場嘅原意就係集資受資有其所。咁究竟100毛或者係呢一個嘅無記葵涌，佢今次上市嘅 point 係乜嘢咧？係啦，蘋果日報嘅 theory 其實好簡單嘅啫。今次係一個啤殼活動，咁啊嗱呢一個咧，我哋本身即係以前我 follow 會咧，我哋尋晚都有進行過一次嘅討論嘅。咁究竟100毛點解要上市？其中一個 theory 就係話咧，其實佢哋已經江郎才盡，冇乜橋噶啦。咁喺冇橋嘅情況之下嘅話，就不如賣盤。咁亦都係揾咗一間。即係個推薦人咧，聽聞咧就都有一個幫公司上完市之後，嗰啲公司咧亦都好快買盤嘅記錄嘅，所以咧亦都有呢個學股疑雲，究竟佢哋係咪想甩身？咁啊，當然咧最 support 呢個 theory 嘅就係佢個印刷傳媒業務大幅萎縮啦，而佢幫人哋賣廣告，俾人哋 retain 嘅嗰啲數，咁就當然係可以，即係我唔會話可以督出嚟啦，但督嘅能力係會比較容易過走去一本一本書咁賣，係咪真係啤個殼出嚟我唔知。不過咧，純粹係睇蘋果日報嘅報導咧，基本上係葡萄到嘔咯，真係好 Q 葡萄咯。即係我心諗，哇！你使唔使咁葡萄啊，大佬？嗱，我又咁講喎，佢哋嗰個嘅派息咧，喺未上市前咧就非常之 generous 嘅。咁如果屈指一算嘅話咧，等於每一個創辦人咧袋咗2000萬走嘅。OK。咁啊，引致到咧，即係蘋果日報就非常之葡萄啦，啲 staff 咁樣攞出嚟喺度挑撥佢哋離間啦。即係我只咁講啫。三位創辦人其實你睇翻佢哋嘅履歷咧，阿徐家豪即係佢藝名叫做林日曦啦。咁其實林日曦本身只不過係一個中五畢業生啫，即係好少見一份招股書裏邊講到學歷嘅時候，只不過講到話佢只係去考。講話佢喺1998年嘅時候走去考會考，即係因為佢之後冇其他讀書嘅 record 啦，所以佢淨係最尾嗰個就係講話佢去考會考咯。我唔知道究竟佢為乜上市，我只不過我當然希望佢係因為集資想再搞大佢啦。最容易知道究竟佢係唔係賣殼嘅話，我諗都係要等下究竟佢上完市之後點啦。OK， 不過咧我自己覺得呢個都係一個嘅特別係對傳媒業嚟講係一個好呢本招股書，應該係每一個傳媒人真係睇下。特別係喺佢嗰個印刷傳媒業務，喺2年前仲有佔佢公司90%嘅業務，2500萬生意跌到落去就翻900萬。OK， 即係你唔諗橋，大幅地 think out of the box 去轉型，仲係攞住你喺浸大、中大同埋喺呢一個嘅樹人 journal school 裏邊學到嘅嘢走去 apply 嘅話，咁基本上你就真係等阿黃浩食咗嚟嘅啫。當然啦，100毛本身亦都係一個我覺得好好嘅創業故事嚟嘅。咁啊，招股書裏邊咧都俾到我啲啟示。咁下一段我就講下，如果你想創業創到好似100毛咁，應有嘅心態，特別喺即係一開始嘅心態應該係點？留意下一段。多謝大家收睇。